各位現場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我先同大家來紹介一個客家電視台嘅好朋友，韓國我相信嘅觀眾聽錯就非常熟悉佢，佢係馬莎咯，佢就係嘅金曲歌王黃子賢，歡迎。Hello， 所有福氣來咧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子賢，又來咯。哦，歡迎咧！之前又來到節目當中哦。韓國今日唔單唱自家來，係帶嘅兩位啊，對馬來西亞來嘅朋友哦，先來歡迎馬莎咯，先來歡迎下新亞灣嘅搶眼團嘅會長，來歡迎德豐，歡迎。大家好，我係德豐，來自新亞灣古晉。古晉。來講河婆。河婆。卡妹。河婆合會，有一些唱海陸腔。我記得卡妹。卡妹，所以有一些唱太普腔。我們的話，我們是說 boy。講 boy。講 boy。哦，所以我們有這個對馬來西亞沙勞越來嘅德豐，韓國唔單唱安尼哦，還愛來分享安尼嘅國寶級嘅呀台詞哦。It's really an honor to have you here, Mr. Matthew. Welcome. Okay, hello. Hello, yeah. I am Matthew Ngau Jao from Sarawak, Malaysia. Wow, welcome. Thank you. 我們今天很國際化 ，international 有冇？有客家，有台灣客家，沒有啲西安客家，新竹海陸客家，還有河婆客家 ，and Kenya，right？我們對於 Kenya 這個族群，大家沒懂熟悉，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德豐是不是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其實 Matthew 老師佢係 Kenya， 對不對？這是用版的一個族群哦。他是我們那邊原住民，然後他的族群被稱為肯亞族。肯亞族。對，肯亞族是很少數的原住民，然後他們都是居住在上段河流的深山裡面。所以非常難得可以邀請到老師亞伯有要在機會來到台灣，但是我覺得很特別的是，我們今天有這麼多不同的語言，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德豐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自己接觸台灣的客家，也係講無腔用口音嘅客家，你自己知道台灣嘅客家同你嘅河婆客家有冇嘅無腔用？其實我覺得都係幾種啊。都會日用。我們會講日用。日用有點那種一樣的那個日用。日用。你剛剛講客家話的時候，你可以再說一次嗎？客家話。客家話。跟你一開始唐子軒講嘅客家話，有知道我會唐唔什麼？其實我來你唐得先，要啥講來先。我可以聽懂台灣客家話。子軒佢都幾片上唐嘅時候幾片嘅客家話冇？第一擺去嘅時節，安尼是有唐講幾條客家話，然後安尼冇腔。其實安尼會了腔講法，未講話，客家話嘛，阿妹話嘛。所以去改編幾條唐愛講話，有時陣會轉上會轉撈幾條腔用嘅，轉嚟幾條講。那你講那什麼我都聽不懂，但是認真的講河婆，或者我認真的講海陸的時候，他就說你講得很像我阿婆他們上一輩的那。可是我們聽台灣的客家話會覺得，上一輩人講的話，早時候以前我們祖母啊，我們的祖父講的，你可能就因為那個。馬來西亞嘛，因為族群多嘛，它會摻在一起。互相溝通，可能就唐嘅色嘞。沒有，就摻到我們客家話就會變字就。有點融合的感覺。對。我們客家語會有很多那個馬來語在裡面。哦，真的嗎？對啊。所以基本可能有機會都係唐到，或者是有可能客家話同英文落到鄉下，有沒有可能？沒有，我們都是摻雜這個馬來語。像我自己看他們的語言嘛，因為他們跟那個印尼的那個山口洋，他們有時候用字是一樣，所以我們在翻譯的時候，我就會問他說，像那個山口洋那歌啊，有一句話就是說，阿嫂八公親親愛土龍啊，八公愛土龍，八公湯的時候，阿嫂就是什麼？這是馬來話。對啊，印尼話就是阿少就是只要，然後土龍就是我說什麼是土龍啊？好像是什麼龍啊，他就說保佑。那土龍是哪裡的話？馬來話。是阿少八公親親愛土龍。只是一句話有懂到種語言。故說子軒愛同 Matthew 老師，你要對愛溝通。You guys have to communication. So, Mr. Matthew, you always talk in English, right? Yeah. To 子軒。
哦，听说子轩，OK。Yeah, his English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now. better and better 啦。好弄你呢，王子贤。本來應該係客家話係喊做得啦，不過因為 Matthew Papa just can only speak English, communicate with me, and another language is music 啦。So we communicate with two kind of music. 我們用2種語言溝通啦，但是大部分他其實英文他是非常好，因為他以前是學校的老師，教語言的。Teacher. So now I have a family here, so I need to learn to speak. To speak Hakka, right? OK. 所以对他子轩是很亲昵的 Coach Papa. So 他是你的干爹啊，干爹，对啊，德宏就是我的干姐夫，然后Papa的干爹，有这么亲是不是？有案情，对啊，干爹Papa，干姐夫，然后还要有一个干姐。对，我在新窑湾那边很多，干爹有10个吧。新窑湾人比较好干爹。干姐夫、干爹啊！唔过我当初的地中嘛，该就是啲案宴，马來西亞有道素材，我有你案情嘅，全部看人用案情嘅案用嘅關係，係用蠻熟悉嘅喏。其實呢熟悉係因為在2017年嘅時間，我去參加幾條南向嘅計劃，客委會嘅南向計劃，所以呢去到我第一擺去到新窑灣，了解維修，然後去了以後呢。我們就每天生活在一起一兩週嘛。對。其實呢動物群因為都係客家人，所以我覺得呢全世界客家人都強咯。雖然可能係大馬來西亞，可能係大台灣，有人大可能香港，不過呢感覺起來呢客家人是一家人啊。所以希拜，對啊，希拜。那起頭，我看他們那個房子都很大嘛，我就看他第一個乾爹啦，他們聽到我叫乾爹很高興哦。後來的那個 Dylan 的太太 Amy 嘛，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Amy 對我們很好，買很多東西給我們，然後我就說哇，這個乾姐，Amy 就很高興，他說那這個就是我說乾哥，他說不對，是乾姐夫啊，就變成以他太太為主啦。我太太跟他窮像啊。哦，強項都相逢。相逢啦。哦，按度好。太度逢啊，太度逢啊 ，VONG 嘛。V 啊 ，V 啊。哦，那怎麼會認識 Matthew 老師？是因為你去聽擺嘅時間上有些，因為Dylan佢講你去馬來西亞沙拉瓦佢哋嘅傳統嘅民族嘅音樂去當特別，所以希望你去到山東去看去感受。雨林地步度嘅音樂，還有原住民嘅元素，所以那其實第一擺係不只有我啊，還有施慧姐、偉如，我們3個，他們也有一首歌跟窑灣有關係，我們就一起去。然後第一次去的時候 ，Matthew 老師他剛好在做他的木工，在雕刻沙貝，然後我們就去，然後他就很歡迎我們，然後就唱歌給我們聽。然後我們唱歌，其實台灣人就會有時候他們很喜歡台灣的原住民的元素，所以我們也會回唱台灣原住民的歌曲吟唱方法給老師，所以大家一起唱歌的時候就覺得感情很好。然後再到隔年的時候，我又被邀請回去演出我的樂團，我團強下來表演一些線上是有一款的表演，然後看完表演他就說哦 ，You are my son，You are my son，我說 OK， 台灣 son，My honor to be your son，所以他最近給我一個他的那個肯亞族的名字啊，今天給的，今天才給的，就是熱騰騰的今天給的，像以前是阿權妹嘛，阿妹嘛，他說 You are a boy， 阿 boy 係咪個印肯亞？肯亞係啊。 What means a boy？ A boy means is in the olden days we remember this man as our witch doctor, shaman, doing a lot of medicine giving. 薩滿，就是 healing priest， healing priest。You know? In the olden days we have no doctors, so we depend on this. Apoy, Doctor Apoy to cure people。佢講子軒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It's healing, right？ 佢講係音樂嘅欣賞啊，音樂欣賞。講嘢係欣賞。好啦，故說要不邀請到對馬來西亞來要到貴賓嘅係因為佢哋要來台灣世界客家博覽會，世界客家博覽會要來表演，啊有同精彩嘅內容，等下會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
遥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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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里从过密的颠倒作息，台湾的宵夜是遥远的早餐，离家千里，来到阿里，我强用行义，强用该热情，遥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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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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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街路台水街夏天甲暗暝的，初恋咱做强下台街乡天，水晶桥畔也无离无开，西府用看被爱甲义气。阮有个少年对爱讲，爱上你，乌去就梦里雾，吹起窗，咱的爱显现，期望来年再见动影。强强恨呀个命，遥望。这首歌，你有多会唱了，对不对？对啊，而且是不是突然觉得你好像是那里的人？对，而且你刚刚讲那个第几重啊，按用那都很啊，韩国大家人家就看他冲给时间。傅雄坤台嘎，就是那种眼神的交流，感觉到很真挚的感情。亚条歌位，亚条表演，其實前一部嘅美迪亞世界客家博覽會有來演出，咩係因為安用哦，之前單位帶到兩位馬來西亞嘅好朋友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尤其家下呢個 Matthew 老師哦 ，Mr. Matthew 同大家演奏嘅一種很多沙貝 ，right？ 沙貝，it's a really special instrument。It's very 當特別的一種樂器吼，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一下，係唔係請 Mr. Matthew introduce the sabay to everyone? This is our tribal orang Ulu Kenya. Ulu Kenya. Instrument called sabay. Sabay. Yeah, so in the olden days, this sabay is played for curing the sick people. Oh. So now modern world now. Sabay is used for entertaining people and for promoting our Malaysia, Sarawak.
So 剛剛 Matthew 老師嘅意思係講頭擺係用來以此大家、醫療大家，啊唔過夜下其實就變做表演本大家堂嘅一種新嘅樂器嘅感覺嘅，所以它係代表一種傳統嘅樂器嘛。傳統啊，懂傳統，然後 Mr. Matthew 是非常非常呀，他懂小年紀已經會彈亞洲沙貝琴了，對不對？鼓手係國寶級的人物。以前的他說發明是給療癒作用，然後生病人聽了他就會有那種就後悔。他沒有，他會靜下心來，然後服藥啦什麼，就是藥草什麼，他就會好。所以現在他說，現在沙貝因為有醫生了，他們就只是表演，做 entertainment 做娛樂的，對，就用來娛樂大家。不過懂後堂，這樂器因為它是來自雨林嘛，所以大家剛才演奏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很自然，你在森林裡面，田野嘅感覺，對啊 ，nature feeling nature。So it also accompanying dancing. dancing. So we play and there are dancers. Dancing to the tune of the sape. What kind of dance, like Zixuan do? This is Picado. Feather dance. You know, feather dance. With the ladies, we put the hornbill feathers. And then the dance, a long line of dancers 他們會這樣 welcoming the people. 同腔調嘅腔樣嘅羽毛跳嘅舞嘅感覺。哦，我們是模仿那個犀鳥。犀鳥，所以就唱Mr. Matthew your hats。Yeah, this one is the feathers, the hornbill feathers。犀鳥的羽毛就是老師的那個裝飾。哦，所以也係一種同 TPA 嘅文化 ，TPA 來到福熙來嚟同大家來分享，非常非常嘅難得，同大家來小嘅一樣嘅樂器。啊，唔過子軒係唔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剛人聽到搖灣係一條歌嘅歌名嘛，啊大家都會唱嘅。啊，唔過一開始講到一條題名，係一直講佢係新搖灣。所以我就想到當奇怪，因為有一個新搖灣，還有一個搖灣是有新的同 Q 的，有冇共用嘛？你嘅問題咯，我一開始未共用，因為我一開始到新搖灣嘅時間，佢哋名叫做新搖灣，新搖灣嘛，所以大白堂佢都要轉要回了嗎？要回搖灣嗎？然後回搖灣，我就想說，哎，為什麼只講搖灣呢？配的手菜黑嗎？對啊，我就問他說，是不是有一個舊搖灣，然後這邊是新搖灣？然後他們就說不是啦，他就好像說。鍾依琴嘛，叫你依琴啊，把這個地名就當成親人一樣說，昵稱的感覺，對，就是昵稱，所以回新搖灣就搖灣啦。所以我寫這首歌就是寫了個，因為我去到對我來講，大白去到搖灣，佢到對因你的感覺是，當場佢到的家人，真正的家人哦，我們好像真的親戚一樣。可是在我們去交流之前，我們是從來不認識的。我甚至昨天還跟 Dylan 說，我說。哎，要不是因為這個南向交流，我們這輩子可能沒有交集哎。對，我們可能這輩子不會是交集。感謝南向了這個。南向計劃。對啊，把你們帶去，把我們騙去。你們很像在放閃，你知道嗎？愛心之間在他們的眼神裡面交流。對啊，所以我寫的這首歌就熊愛霞都 Andy 去寄床，他們每次我們去。我們台灣人是這樣送機，對不對？疫情你有經驗，我們送機是不是送你到機場門口？對，就視察也就這位。視察是這位，記得我們嘿，記得聽他以後，幫你拿行李啊，帶你去到最後一關，大家一直揮手揮到真的看不見為止，就所以大白轉了以後，開始想起這種畫面，我就覺得說，哎，我自己的親人都沒有，好像都沒有做到這樣，但是那邊的Andy 其他搖灣的家人對 Andy 來講是。動情，所以疫情這幾年哦，雖然我們其實真的沒有見到面，真的有3年的時間，最後一次我真的記得，德宏他們來台灣跟我們一起過年回去以後疫情大爆發，我們就直接關了這麼多年，但是我們常常線上視訊啊，視訊喝酒啊，對，然後視訊喝酒就覺得這個情感沒有斷過，只是說真的很多年大家沒有碰面的時候，所以禮拜Andy是去到有一隻機會才世界客家博覽會，就得有一隻表演係講南洋的故事的時間，開始大家沙子要強Dylan講世界客家博覽會，我們想要一起來 ，and I also tell Papa Matthew and I told him I want to invite him to be here to join our biggest Hakka Carnival and Expo. So he just say, okay, sure.
我你才去年的新年的时节，我是不转去看机的，就去邀请他们。我就觉得那时候当下，我真的当下在机场我就落泪了，因为真的很多年没有闻到那个味道、空气这样子。之前去了好多次，很多，我去5次了。我们也来，我来了台湾多次。你10几次了啦，你半个台湾人。不过亚白喺子轩 T100周驻营，我带点德宏跟 Mr. Matthew 一起来玩嘛，对不对？有安排嘛个行程本记对冇？最重要的是，老记得跟我来送福气来的。哎呦，安子些哦。来客家天气腿啊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stuff. We come to Hakka TV, right? It's our honor，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对啊，当然每天我们都有去看一些不同的行程啊，因为老师其实是很喜欢大自然的。我印象中第一天老师吃到台湾的水蜜桃啊，惊为天人。他不想吃饭，他只想吃水蜜桃。Peach. Taiwan's peach. Delicious. Yes, you bought for me, right? Yeah. 我今天早上还再买了4颗给他吃。哇塞！他说跟他们那边的很不一样，台湾的水果都很好吃嘛。因为我们那边的比较硬。不一样的口感。进口的嘛，我们没有本地的。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融合，到今本夜就会來同大家來分享。今本夜節目當中有按到嘅出拳鼓手，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剛子軒歌詞底都有下呀，完蛋兩個記唔記得我用版圖嘅呢？其實哦，記得當到某強嘅原住民族，記得最大嘅一家原住民族係比達尤。比達尤族。從老師係歐蘭烏魯是比較少數的，比達尤是肯亞歐蘭烏魯是比較少數的。比達尤第二代。第二代。那比達尤是算那邊最主流的原住民。一般族最大。所以這句話是因為我們常會去碰到比達尤族。是比達尤族的。對，然後我們就是第一次他們教我講的嘛。我說我想你怎麼我們叫印尼話或者馬來話，我們講我想你是阿都林都甘木嘛，他們說他們是講這個嘛，這怎麼念啊？Jobong de mu。Jobong de mu。Jobong de mu。Jobong其實 Jobong 是想念的。Jobong 是想念。de mu。就是你母是你啊。Jobong de mu。想念你。愛上。我想愛上你。愛上你嘅意思。I miss you, right? I miss you, yeah. Homesick, yeah. Homesick. 所以我还加，他们还跟我说要加一个我第一人的，所以就是 oku。oku Jobong de mu。所以在前面还有 oku Jobong de mu， 好像在讲法文哦。Like French。Like French。對，嗰度睇下有可唔可以冇？oku Jobong de mu 啊，愛上你嘅意思啊，有可唔可以哦？要去馬來西亞做對講，而且還是這片嘅演出名嘅法，愛上你嘅意思，同大家分享。真然喺東家節目以下就過，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下一台節目會同大家來分享哦。La lo la lo。But that means you won something, you get something, very happy. Very happy. Yeah. 哇，歡呼的感覺。對，以前在叢林裡面可能就要那個打獵打到了，被蛇咬到，一般 bite by snake。
So that is the bay。所以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喺講嘢就上愛談到呀音樂嘅話，就真嘅去參加呀世界客家博覽會，有機會看到東道嘅客家。那子軒跟我們的 Mr. Matthew 也會在那邊表演。那第呀半夜13號錯嘛？對，已經表演睇咧。對，但是子軒係唔係做同大家來笑嘅？因為幾場嘅表演其實適合嘅東道同精彩嘅音樂人，同精彩嘅表演，甚至還有東道嘅作權，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其實世界客家博覽會幾屆開幕嘅晚會，就是開幕晚會哦。其實係3日，8月11、12、13嘛。你才第3日代表嘅係海界魔鏡啊。海啊，海的吳京啊，就是不怕不懼怕，因為客家人魔鏡啊，都魔鏡啊。河婆怎麼講？海都冇驚，海都冇驚，海都不怕，海都不怕，就代表說他們我們以前客家人哦，有的人來台灣嘛，可是有的人到南洋去，係啊，去到南洋啊，特別係從東道從基調啊，德宏基調和馬來西亞有很多的河婆客家人，然後當然其實中間有很多歷史故事，他們會透過在晚會有一些歷史故事的編排，甚至在前幾天也有音樂劇啦，所以你禮拜挨到美術現場瓊豪會表演，不是只有我們，那還有在搖籃這首歌，其實還有那個原住民的排灣族紫檀王子保普，他代表台灣原住民跟我們馬來西亞原住民有2種樂器。然後我寫的歌，我唱的係台灣的回流腔，有從馬來西亞沙拉瓦鳥萬界、新鳥萬界故事哦，所以該應還有從光良。光良會唱童話是客家版的，客家版的，因為光良沒漢音啊。光良沒漢音，我幫他寫客家的童話。哇塞！現在才知道，你現在才知道。光良還有楊逸展，我同事，所以楊逸展也會跟美水老師一起共演，因為叫我投客家式嘛，他投上客家式的時節，美水老師會在後面像一個 wizard，like a wizard you playing something and other唱的客家 point， 所以就有客家詩跟美水老師的這個琴聲，去講一個過去客家人到了南洋的歷史的這個軌跡。最重要嘅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資訊啦，世界客家博覽會啊，按大家一個展覽就啲桃園也一部嘅愛來演出，一出到也10月中都有也就展覽，大家做地去看，去看你都懂到客家，要做地講係全世界清太規模嘅一個展覽，對不對？甚至有請到有國外嘅貴賓來到現場去表演本大家看本大家聽。唔過咩因為個機會啊，當用係咩有請到德宏來到節目當中啊，咩做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你對客家當想去推廣客家，然後客家同大家分享。唔過一開始應用辦會注意到一件事情，喺啲搖籃就有人啲嘅注意客家一件事情嘛。我記得2016年台灣南向嘛，打電話給我們的時候，直接先找到你就對了，就找我們就是一個聯繫先嘛，因為之前是羅老師嘛，羅烈士教授，所以當時南向要來的時候聯絡我們，就說要來做客家研究。我們在心裡面就想，客家有什麼可以做？真的哦，因為我們那邊沒有嘛。但是你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我們知道是客家人，其實我們就活在客家裡面嘛，就是所以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好做？就覺得有什麼好？容易好破客家會，全腔講客家會。我記得當時係有打電話嚟問阿 Sa， 去做啲客家嘅交流。係啊。但到喺深度上要咪先學做，根本冇做過嘛。不過阿 Sa 來之後，羅教授。讓心裡面的那種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音樂，客家音樂。台灣的客家音樂。原來客家歌、客家話可以做歌這麼好聽啊！哦，台灣人都冇彈過咩，冇唱客家歌。我們那邊的客家歌以前都是那個山歌這麼樣的嘛。傳統的。所以年輕人都不要聽，所以沒有流行曲嘛。所以當初就先聽了。邱清雲的啦，或是那個大馬張少麟，對，就是那個奶水妹啦，那些董家阿里啊，所以當時候聽了台灣的，對，就感覺非常唔一樣啊，冇共用，唔一樣，然後就
我们就去，就是让很多人听。哦，他们喜欢吗？喜欢啊。中医嘛。其实我会发现到，其实音乐啊，其实是一个你要听久了，它就会植入你。因为我洗脑你。对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们看歌词也不会唱，我现在会耶，就是会。你说摇完吗？你的歌啊，我都会看，都会唱。我小孩都会唱啊，现在。唱子轩的歌吗？对啊，子轩歌或者我爱新摇完的伟如跟苏慧姐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听广东歌啦，我们听台湾的这个歌手流行歌啊，流行歌，然后你就会被影响，然后你现在听客家歌，总是听客家歌，你就会很容易，哎，他原来是说，包括阿涛哥的歌也是，他们是来台湾才听过阿涛哥的音乐，然后回去以后念念不忘，然后一直想要跟阿涛哥见面。对啊，那阿涛哥也是有一点河婆客的血统，所以上白你应该记得讲，哎，你走在绕墙，阿涛哥来你信邀万。我就问阿涛哥，阿涛哥很想去，後來就碰到疫情，後來是要做唔得去。嗰時候透過音樂連接了台灣同馬來西亞嘅客家，子軒咩透過音樂連接了 Kenya 的 Mr. Matthew。You guys through music to communication each other. So Hakka music is magic, like magic. 我覺得音樂係一件當神奇嘅事情，本大家全部融入到腔下。嗰時候基本嘅節目當中，有看到作當行 ，we have a cup of tea. Yeah, the tea is 綠茶。你 know 綠茶這個？綠茶，Hakka tea. Yeah, Hakka tea. But this Hakka tea is Taiwan's Hakka tea. It's taste different from Malaysia. So we can try this. OK. 太假做點吃坤啦！哎，而且做啊，我們要shake it。對，有一點沉澱呐，搖一下。Kita sana ialah pakai nasi lah. Itu saya nasi lepas itu sup masuk itu. Oh ya. Nasi luicha. It's different, right? Wow. Olan 我们的擂茶是苦的，那啥擂茶？苦的，暗苦。苦的，不是咸的。我印象當中，the 擂茶 in Malaysia is salty， 是 bitter。bitter。This one is sweet。暗苦。係苦嘅。基本嘅節目當中，做乜嘅我本大家來食擂茶，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我們基本嘅福氣便利碟啊。這個小單元愛同大家來分享。台灣同馬來西亞嘅擂茶有乜嘅冇共用啦，哈，基本上其實基底的材料都是接近的，都係茶，韓國有一些咧堅果類的東西，對吧？我們沒有。你們沒有堅果？那你們有茶吧？我們沒有茶。你們也沒有茶？沒，我們有，其實我們是這樣。他磨那個汁的時候啊，這是錯的耶，你講好了啦。他磨那個擂茶的那個茶的時候啊，我們是叫擂茶，我們是擂茶，河婆擂茶，河婆擂茶是很苦的，是吃很養生的。但是有加飯，它就有飯，然後有5、6樣菜嘛在裡面，它是沒有肉的，它有豆腐，它有那個菜啦，有菜，然後就有花生，我們有花生，對，所以這個茶就把它倒進去。但你也是要濾嘛，對不對？它濾完之後啊，濾完之後就像那一碗湯這樣嘛，它是倒進去然後這樣拌着吃。我們裡面很苦的是那個嘛，苦net sim嘛。那是什麼？一種菜，一種菜，一種菜啊，它是有它的上面完全沒寫，就是有刺的 net 嘛 net。養生的有 net 的一種菜。苦雜心嘛，那個叫做。我對植物不太了解。好，反正就會一種。那個東西是很苦的，但是應該是有療效的吧？哦，很好那個。固肝是不是？你昨天說那中暑的嘛？只要我們那邊仙草茶就會就熱氣嘛，我們就會去吃擂茶。哦，對啊。我們都是，不過它有分啊，中苦、少苦這樣子，因為那個苦雜心啦，就是那個菜，那個菜，我們客家人叫苦 net sim。苦 net sim。那個菜，如果你磨多進去啊，真的是苦到你會哭哎，會哭。哦，有點像我們的苦茶這樣子，對肝啊，對排毒。但是他們的乳茶，它也有其實你寫那個。它也是有九層塔，有啊，九層塔也有啊，紫蘇啊，薄荷葉這些，所以其實它是有療效的。台灣有一些像係飲料嘅感覺。其實我們的菜是7樣，
哦，一定要规定7样吗？我可能不会背到完的。其实一开始全都推完，没还是哈没啊，也是有饭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苦咸，对，你吃到那个是不大会苦的。对，我可能吃到小苦的。因为如果是，可是你有加盐。没有，它有加盐，有加盐吗？对，因为盐巴加进去，你会有那个就流汗的效果，茶泡饭的感觉，对，很合理啊。对，但是台湾来到台湾以后就冇共用诶。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吼邀請到呀國外馬來西亞嘅貴賓來到節目當中，邀請大家來試一杯療癒的 healing tea， 療癒的茶。我們是年初7會吃，年初7要人日的時候哦，都難的，一定會擂，我們的客家人會擂，哦，就要擂這個客家擂茶。故說也係當天片咧，也客家嘅傳統文化同大家來分享。今日嘅節目當中，時間真係過到凍結，非常希望喺呢導航子軒，韓國 Mr. Matthew，thank you。希望大家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安到。咩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大家聽咗我來注意啊，世界客家博覽會哦。希望大家收看，天天線上跟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啊，樣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